一所，比如新国高中，新国高中位于哪里？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，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？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是要这么仔细的，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，好像写报告一样。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写出来之后，你在写作的时候他怎么讲话，你就差不多知道。他讲话的口气比如说你讲话口气，你喜欢用的口头禅，你是用哪一种语言？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，还是很爱讲话的，还是胆子很小的，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。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。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，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，怎么样开始写剧本？我说，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，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，然后写下来，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。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，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，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新国高中毕业，我给他